兒童版《西遊記》由幼師文化編寫，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。第32回，巧計治怪病。離開咗小女陰子，師徒一行嚟到咗朱子國。師徒4個人喺朱子國嘅大街上面睇到一張黃榜，原來國王3年前得咗一場怪病，醫嚟醫去都醫唔好，所以喺度貼榜求醫。悟空揭咗榜文，師徒4個人就一齊嚟到皇宮啦。悟空話佢可以幫國王治病，但係國王就俾佢個樣嚇親，嚇到唔敢出嚟噃。於是悟空就叫人將3條金絲綁咗喺國王嘅手腕上邊，佢要幫國王懸絲診脈。悟空把完脈就話啦：陛下，你係受到咗驚嚇先病嘅啫，我有辦法醫得好你嘅。國王一聽，好高興咁猛咁岌晒頭。於是悟空就揾咗800幾種藥材，每種3斤，堆到成屋都係。不過呢啲只係做俾人哋睇嘅啫，其實佢根本就唔打算用佢哋幫國王治病。悟空同埋八戒跑去接咗白龍馬嘅尿，準備用佢嚟做藥醫國王嘅病噃。師兄弟3個將巴豆、大黃、鑊底灰撈埋一齊，再加埋馬尿，整出咗3粒黑色嘅藥丸，仲改個名叫做烏金丹添。第2日，國王派人嚟攞藥，悟空就將烏金丹交咗俾嚟嘅人，就話呢一種藥專醫奇難雜症咁話。悟空又揾咗東海龍王嚟，嗌佢落啲毛巾水俾國王做藥引噃。於是龍王就喺天上面打咗幾嚿乞嗤，掠咗2啖口水，啲雨就沙沙聲咁落咗起身啦。皇宮裏面嘅人都攞出個水盆幫國王接啲冇跌落地嘅毛巾水，於是國王就用呢啲毛巾水送咗啲藥丸落肚啦。跟住冇幾耐就嘔出咗一塊棘喺肚裏面3年嘅腫，怪病一下子就好翻晒啦。